查路出席团建给陈述天送出所记白的，香港嘅密切师兄呢，都以人类嘅人造建白制作相对持久，开始引发工作都觉得 Victoria 今年嘅难度密码嘅同种项目大慢慢冲破持久，角动车入市。第二激动国嘅开就开国了出席团建嘅个马术单边密做陈述制度，Janice 嘅旧在外事嘅先白陈典独立张马所先白入驻卡自己，年头的送这书不断，这就难吧。Yeah, we feel like the June 4th massacre is actually 俺去出席马术前某天的戛纳马术兄弟独组这边长女没结把起规开进你们西堂，俺去米热节目错了，马术公正大兄弟西边我归外错了，接着科罗当地长女这边内最铁做，南面没这边日我去新月节堂。I think coming to Victoria Park is a symbolic meaning. 年三八落到 Victoria 今年嘅难度中的出席团建拉陈述机构天呢，去年还将全部吸引那样，他这没把差把他，我让老我嘛今年天那个出席团建嘅陈述嘛没冲破嘅那任数机构冲不天呢，虽然没三把他之前那天呢，听节目的人是把人接送的，路走三段车有时。今的储备车送出席团建嘅我录到，因此是连 Boris Johnson 嘅出席团建来陈述他。I do think that what is happening now is 年三八大家香港到六年前先被加拿大嘅切咗看呢，接到國嘅佢就決斷嘅攞因此他加拿大嘅話啦，香港嘅台灣自主今年嘅輕易難度，香港明碼嘅chấp事嘅讓灣但金巴嘅托單送給自己探着嚟嘅不適應不他，天呢下將特度時日，天定按照香港明碼啦在這他，三八南大嘅讓讓他夾個肯度修圖把切個人，天呢嘅兄弟香港嘅逐漸扎斷適應接受送入時，提醒到阿美國嘅七十重擊麥旁邊嘅三明碼嘅業務。出席團建嘅長女我呢，廁所大便面的卡機當見證那有不當。香港難度討論出席團建嘅陳述，媽咪中國節目就把廣東節把提啦，根據他佢就佢過落七根準備，加拿嘅網嘴領域當中沒托當送嘅把錯啦陳述所需要是。